花莲玉里荣民医院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精神障碍医疗单位之一。伊年轻有名的都是实施的23年的社区复健，本朋友设计行业玉里中度的，同时推当地店家来听数做事。玉里荣民医院的社区复健方式，有本人讲是玉里模式。安尼个模式会成功，主要是因为玉里居民的友善、接受同包容。最难得的是，好嘅朋友也会加入医疗团队来听数艺术治疗同照顾精神障碍嘅老人家。我们现在要学的那个石鼓的基础的，也就是台湾古乐的基础的，好，那就是运动，它就是用运动来表示。那运动就是有跳，好，来3、2、1，这个就叫做9。我天啊！这个就是跳。每禮拜2擺嘅團練，團員弄練嘅當上網。你係花蓮玉里榮民醫院嘅鼓吹，成立已經2年外，團員攏係帶領嘅精神障礙者。打鼓有力嘛，然后又有节奏感，蛮吸引我的。表演的时候，虽然有时候会紧张，不过打完都蛮有信心的。用大音樂聽受精神障礙者復健，以後臨床上有唔滿難嘅效果。玉里榮民醫院更加希望透過團練表演，增加好人嘅自信。走路就是1路、2路、8路这样。好，来3、2、1。我们精神科的学员不善于说老师你好辛苦哦，或者说老师你好努力哦，然后把我们带出来这样子。可是，在小地方，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带他出去表演，那可能老师真的有一点累了，老师在车上在休息，他们会告诉我们说不要打扰老师，我们自己去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对他们那种关心，是我们在平常的团体里面比较少看到的。小声跟慢不一样哦，好。曾志源係鼓吹嘅先生，也係創辦人。佢用自家親身嘅經驗，2年前同打鼓訓練，但以精神病患嘅藝術治療內通。由於我自家嘛，曾經犯病嘛，哈，我都去學打鼓，我都打4年嘅鼓王爭霸戰，我都深深的覺得，該打鼓哈，對我嘅病有輕度嘅幫助。同玉里出席同新疆嘅曾志源，係玉里榮民醫院嘅專任管理員。10多年來，弄到聽受好人做藝術治療。佢22年前離婚，2個成人嘅肝復健遇到前夫嘅騙，以下那無法度接受，所來超到社會戰。都上字咩？上字上到8點咩？啊個醫生就人係講，你身上有憂鬱症唔啲嘛？我講係唔啲，我都啲講睡唔落覺安尼。啊，頭講吼，當驚人啲講，我不平安尼，我有個憂鬱症。曾志源講，今第7個那句是安尼，自己的病情真嚴重嘅下，佢做了自殺嘅決定。不過就到關鍵嘅是，托師傅托出個來一通天發，本佢暫時無安尼做。都開始差唔多要上去睡啊，夾夾去食。天氣在啊，我夾夾去落去，哇！來天花來，我想抹殺咯。伊看哇，我來打天花來，然後樣辦咧？伊講佢肚臍痛到艱苦，出來叫。就到家下，佢搶咧，因為知道無論聖人離開醫院急救，人艱苦嘅事，係你會上到暗暝。我係挖個頭嚟看個藥嘅安尼兩隊咩吼，存到一撮嘅安尼。我都想講，我做唔得做。我頭哥吼是一個清水哥嘅媽媽安尼離開我來，我立刻做唔得做一個對不起我自己，父母親給我的生命，對不起我兒子的母親。
集体行出污染生命嘅曾志源，透過畫圖治療自家，也行過來咧。國家希望透過作品鼓勵其他生命遇到難關嘅人。我會畫深度透過經過嘅事情從腦裡邊對嘅東西，我來畫出來，本深度人講講，我都會按嚟行過來，我即咁樣會記得，我會更加勇敢活下去。那我在作畫的那個當時呢，那個畫給我的那個力量，就是參柔的悲慘，把我的悲慘，其實也沒有很比起別人，我其實很幸運啊，這樣把它揉到那個生命的脈絡裡面去，產生一個藝術的創作。哎，你們把眼睛閉起來好嗎？幫助我的稿沒有帶來怎麼辦？那一張我就沒有帶來呀，就是因為沒有帶來才會要你們眼睛閉起來啊。我們來用喊的好嗎？想想看，大的在這邊對不對？對不對？一個大的。你係曾志源帶嘅另外一個班，然而佢用模樣嘅補貼硬，外教學員吊火車，半學員通下路通下笑來聽小福建。這樣嘛哈，要開門要進去的嘛，對不對？好，這樣，這個這樣上車啊，對不對？用嚟用民醫院對於精神障礙患者嘅福建，當然同時要解探先。曾志源所做嘅係藝術福建，另外一項社區福建，嗰係用嚟用民醫院同關內親身做，同時先有效果嘅方式。那我們要出去了。好，走吧。走。啊，不要走太快，老師腿太短。好，其他進去沒關係，其他進去。走了，進去了。平常院方為帶定後人，當用嚟市區留嚟接觸民眾。老師幫你挑一個。等一下，老師看一下。這個啦，這個啦。這個。耍帥哦！玉里係有名嘅名山體，平常時到天空也看得到好人來聽秀。對，早上跟下午。啊，這樣工作辛不辛苦？不會，不會啊，習慣了。習慣了。嗯。啊，除了做這個之外，還有做過什麼工作？還有拔草啊，拔地瓜葉啊，還有育人啊。甚至同玉里嘅二道店家，攏有好人同佢平做些。好人透過實際行業社區進行復興嘅方式，玉里用民醫院已經實施23年。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的穩定以後，那因為家屬這個不管家庭的經濟狀況或者是心理的因素，過去因為反覆發病，心理產生畏懼啊，不願意帶他們回去之後，那整天在這邊沒有無所事事，不是個辦法，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呢去想說找到一個出路。本來就說出去郊遊啊等等，後來呢覺得說他們應該是可以有生產力，可以工作。同好人進行穩定療後，我先進行訓練，等到時的時間就安排到玉里進行做些，也就係專業復健。目前當日攏有200外界好人同玉里進各界職場做些，呢間當地有名嘅藥康工廠。已經請好人有12年研究。我想講哈，給那些學員哈，給他們可以有一個趕快康復的，跟走入我們社區結合，跟他可以跟我們一起一樣過正常人生活。我們算是一個團隊啊，算是一個團隊，大家有的時候就互相幫忙，工作累的時候，大家就是互相去疏解一下那個感情。研究以來，玉里居民做就關係好人出現到生活思維。尤其係請好人嘅店家，要介也同好人轉做朋友，也係無卡人。有的也來跟我的互動也都很好。他，比如說他在醫院呐，哈，還是在外面有什麼事情，他都會跟我們分享啊。所以也形成好像是不是說雇主方面呐，就是好姐妹。啊，家就親有人情哦，像節日啊，買個東西，叫佢買東西送人，佢做去哈，啊咩買東西來。送來就食啊！啊，家己要打電話來，講條間嘅吼，嗌個幾檔嘅這樣做就做咯，迄一禮拜10公斤這樣做就做，家要打電話來。我們病友剛開始去上班的時候，好，然後到了過年，
那家属他们就会请假回家，好情况比较请假回家。然后嘞，这个老板当然也是因为人之常情嘛，请假回家。但是我们玉里是这样，过年是特别忙，很多返乡的游子啊，都回来了。那所以过完年他们也回来了，他那老板讲哦，薄利差就这，没有你差很多。你看看，他觉得好高兴，为什么？他一辈子啊没有被人家需要过，啊，那这个呢远胜过我们所谓的心理治疗医生啊，或者是这个职能治疗师、心理师跟他谈1个小时、2个小时。社区复健的方式，提供好人一个资源，医院地方无法度复制，甚至是过去生活经验的学习环境同支持力量。整个的外观的表情动作化会变得比较更自然一点，这样子啊，因为这是属于一种社交场合啊，他们也会学习要怎么样融入各种的社交场合，自信心部分能够更提高了啊，因为在医院的话。可能大部分工作人员跟学员的本来就是地位上是有一点等于是医病关系所以他们比较没办法完全的展现自我这样子但是到外面的话，他们希望说把自己最好的一面那呈现出来，让社区的一般民众也认为他们是正常的人这样。玉里荣民医院表示，精神障碍者治疗的黄金期。系头发片嘅1-2年，不过通常无会送来玉里荣民医院嘅片照，一般拢系错过黄金期，所以要完成好嘅几率较低。不过这几年透过社区复健嘅方式，已经看到效果。每一年大概经过复健成功家人愿意重新接纳回到社区的话，大概有30-40位这样子。对那这在慢性的疗养的病人来讲的话，其实成效算是不错的这样子。以2500人的比例这样子。对以我们医院的特性来讲因为这些当初都是家人放弃可能也没有指望说他有一天能够回到家里这样。对，那经过我们这样复健以后，其实慢慢的家人才觉得他怎么能够进步到这么多，恢复到正常这样。谢谢龙，吃饱了哈，吃饱了那收起来咯。多喝一点啊，还没喝完。吃慢一点，吃慢一点咯。陈冠仁喺玉里荣民医院嘅照护员，专门照顾精神障碍老人家嘅生活。佢因为做病时受到不当管教，操到做不紧，同时铺嘅医院一直无法度控制病情。12年前，胡家人同佢送到玉里荣民医院治疗。好，抱着我啊！1、2、3。就是因为动头摆，就本来就病史感无好，就像我细脚个洗餐的，感觉讲这个问题呢，就开始这个做医生呢，我久病成良医啊，这里按住快咧，开始特别医院就进出出动头摆啊用，到最尾没就通来讲咧。譬如讲无该玉里啊，由于只同好嘅平人还是同好用啊，同好该环境咩同好。同玉里荣民医院入片，陈冠仁接受人类嘅治疗，去年底佢已经完全好，值得推荐。本来陈冠仁上将关系都无，17度改变嘅生活已经离自家当然，用感恩嘅心，佢決定留喺醫院加入照護員嘅工作。就想講，伊就回饋轉來，你來照顧醫療。我本來這神經病啊，我哋下就來照顧了。这一个区块呢，我比较了解。你要提供也条骗人其有某个症状，我要继续做下去。你讲我动力出来，
俺本身的过来人，俺这个是我一个最基本的，本来我了解讲，俺迄样办行过来啊。玉里用米之间，实施23年的精神障碍者社区福建，透过自己学校当出名，本要按照玉里模式，让玉里模式实在成功，同时持续。除了有像情感人曾志远安尼，用过来人回馈服务的工作人员同专业的医疗团队之外，更加认为玉里居民的优先接纳同包容，将实在本好者有环境的福建环境。对当地好人来讲，玉里已经是今年的天意故乡。也如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插枝，感謝大家嘅收看。下禮拜我帶大家向下關心台灣關於新武愛會做走嘅命運，我帶大家去買啲故鄉種花沙頭，我哋再會。